下來繼續來看高雄有一個11歲小男童，今年國小拄畢業，準備要來讀高中。伊的父母無希望伊迄熱的時陣，逐工攏耍3C，所以伊做消防員的爸爸就甲講，伊若當畫出着人體的解剖圖，畫一百就要互伊30塊的獎金。結果這個小男童不得了，為大腦到心臟到身軀的結果，總共是畫出着16百。每一百攏畫到有夠真的真，伊的媽媽把伊的作品鋪起佇網絡頂，一講就吸引11萬人來二讚，網友攏講實在太厲害了。畫人體的解剖圖，為大腦、中腦、下視丘畫甲真清楚。你敢相信？這全部攏是高雄一位這11歲的查甫囡仔畫的。小時候，我媽媽會帶我去圖書館，就會借各式各樣的書，也會借到一些人體百科。然後再加上我的爸爸，他是 ENTP， 就是相關的職業，家裡面也是會有1、2本這樣子的人體解剖學。歐君祥國小1年級開始接觸畫圖，5年級開始學素描，囡仔時就真有天分。今年國小剛畢業，父母無希望伊歇落放假，逐工攏佇咧耍3C。擔任消防分隊小隊長的爸爸答應伊，畫一百解剖學圖，就予伊30塊的獎金，累計到即馬已經16百。為阿媽滾的金馬毛長畫壁，大腦、心臟到軀體結構，對伊來講攏真簡單。因為他沒有到很多的，就是血，他只是內臟一些而已。1年級的時候開始學水彩畫，就是立志要讀醫學系，對不對？對，立志，但是不一定會讀到。細漢年紀就決志大漢要讀醫學系，現場嘛直接提筆佇咧畫尾當骨，畫甲有夠神呢。進前媽媽將佢畫鋪佇咧吹，一講就成11萬人起讚。網友講真正是好厲害，夠香。因為我本身是消防員，他就會自己拿我的書去看，對這個畫畫很有興趣，然後就開始自己去臨摹這些畫畫這樣。我其實蠻尊重他自己的選擇啊，他是希望說他以後如果有機會的話，他是可以當一個急診的醫師，就讓他自己去努力達成他的目標吧。歐君祥對家己真要求，會叫爸爸解說急救的知識，賣甲爸爸去上急救的課，甚至已經學會曉 CPR。伊希望透過傳統會當影響家己夢想。